後來過來，最近這段時間，台北股市真熱，鄉親若要投資，嘛要小心詐騙。講最近網絡頂有真濟鋪文，騙講家己要嚟台積電上班，有獨家內幕消息會當來報明白，且民眾加入到投資的群組，甚至閣有人偷用資深藝人邰智源的相片。律師甲刑事局攏提醒大家，若是強調講一定會賺袂了錢，或者是要求愛成立這個保證金，這大部分攏是騙人的，一定愛提高警覺。台積電的員工餐廳外國料理800款，真濟人攏總想要加入 TSMC， 不過法國新山竟然嘛有網絡詐騙。在咧網絡頂最近出現真濟鋪文，攏騙講家己是台積電的員工，嘛講家己無佇咧住，決定把一切攏講出來，閣有偷用名人相片，親像資深藝人邰智源，強調等一下特別抬條分享，愛看到人把握限時的獨家資訊，袂怪大家加入投資群組，不過這攏是詐騙，千萬唔通相信。天下會有白色的午餐，但不會砸到我身上。不用付出就可以賺到錢的東西，我都不相信。蠻假的，很少台積電工程師會把自己資料 po 在上面吧？這民眾攏感覺這無險，不過嘛是愛真勢利。詐騙集團通常攏會先設假投資的平台，驚騙講這真正有賺，怪被害者投入資金，佮提稅金，或者是手續費的理由要求對方繼續匯款，落尾人碰見，或丟掉的人觀察本攏叫騙了了。引導民眾進入私人的投資群組，或在投資前要求繳交各種名目的保證金等費用，都需要提高警覺，極有可能是詐騙。宣稱這個穩賺不賠、保證獲利的，切勿輕信或者是加入群組。是面對着股市強滾的趨勢，都愛斟酌詳細，認真落來，較袂拄着詐騙。